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我吧？我早就说了，你把那油饼和馒头做大一点，那你就是不听。结果怎么着？人家早上全跑到马大婶那排队去了。我一想，跟我玩的就是你心跳。我一狠心一跺脚，不就是1毛钱卖俩馒头吗？我1毛钱卖你仨，我就让小丫这么一喊，呼啦啦人就全跑到咱们这儿来了。哎，老头老太太气的就在门口干站着。他们是傻眼了，那我们更傻眼了，不赚钱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那你也不能眼瞧着都买他们的，那咱们的剩下都馊了呀。就是馊了不就赔了？少插嘴！现在问题的关键是，不是咱们要变回来，而是咱们得想办法跟他们争。这事儿我琢磨了，我想着咱们晚上加开一个大排档，你回头去你们工厂食堂，把那些扔在外面的什么破桌子烂椅子都给我买回来，找个木匠修好。咱们早晚呢都在外面摆个摊儿，哎，扩大规模，它成本自然就下来了。我就不信了，他想跟我斗得过我吗？高，实在是高。哎，那就小燕一个人忙不过来啊。这事儿还用你管呀？我再找一个人来不就得了？哎，陈师傅，哎，把你徒弟叫来吧，叫他明天来上班。好嘞，就等你这句话呢。你看，这不现成的。用力，再用力，把双手放开，保持平衡。对，别借力，你们自己康复那条腿。做的真好，再来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好样的！大姐，把毛巾给我。大姐，你可别笑话我大姐。她说她想我，一晚上都没有睡觉。不会的，在我们这儿啊，除了那些当官的有车以外，像你大姐这样经常来的，我还很少见呢。让她睡会儿吧，我们再来，再做10次，就完成今天的任务了。加油！大姐，吃肉。你吃你吃。我吃了。你说大姐来吧，是照顾你的，怎么该你照顾我的？来来来，小楚，你多吃，你别管我啊。那一起吃一起吃。你可不知道，你二姐家那个小苗苗可爱了，哎，她那个小胳膊啊，一股劲儿一股劲儿的，就跟那个小莲藕似的。大姐吧，每次要给她洗澡的话，都得把她那个小肉肉吧给拨了开呢，才能洗着。哎呀，大姐呀，就是惦记着你，惦记着咱家的店，要不然啊，我就把小苗苗接到咱家去住。你要是要不回来小吃部怎么办？不可能，大姐必须要，要不然我拿什么钱来看你啊？可是嫂子和哥还有妈联合起来不给你的。那我就去抢回来。我才不信呢！如果要不回来的话，大姐就管他要钱。他们起码得保证我每个星期有钱来看你吧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他要是还耍赖的话，你就去找吴姐帮你要，千万不能找四姐，听到了吗？为什么呀？你想啊，要是哥和嫂子跟四姐没有默契的话，四姐早就翻脸了。就他那小算盘，咱家哪个算得过他呀？哎，记住了啊，一定要找吴姐，吴姐能帮你把钱要回来，听见了吗？哦，知道了，大姐知道了啊。送到 X 光室给他拍 X 片啊。好，知道了。小丁啊，按照他告诉的电话给病人家属赶快打电话，带些钱来，可能需要手术费。好，我先去去。真是人算不如天算，今儿我还琢磨一天了，我老这么躲着，他
他也不是个事儿啊。哎，那傻春今天回来，我怎么也得跟他摊牌呀。嘿，没想到人家自己把自己给送医院去了，好事儿。哎，你他妈说什么呢？我就是随便一说。小吃部是小吃部，傻春是傻春。你再怎么琢磨他，你不能咒他。那是我大姐，你不知道？谁咒他了？我也没说她不是你大姐啊！你跟我横什么呀？现在到你们家人，我们家人了啊！那我肚子里孩子呢？他是不是你们家人？是不是你们家人？我算是看明白了，弄了半天，你把我当外人是吧？行，那我走，行了吧？哎，不是你急什么？你急什么？我错了，行啊，我错了。我先急的，你先急的。这傻春他又没死，他只不过是做个手术罢了。这他要是死了，你还不得拉我一起陪葬啊？你看你这话说的，不是那谁亲不是都不如老婆亲啊？啊？初步诊断呢是肿瘤压迫引起的肠梗阻，需要马上动手术。我们俩怕耽误事儿呢，就回了趟机关，跟公家借了点钱啊，就压在医院了。是吗？哎呦，妈，你说说这事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姨就肠梗阻，结果耽误做手术，这没了就，可吓坏我们了这。哎呦，苗苗，嘿呦，妈看你长这么大了。哦，我跟你说正事儿呢，这公家的钱是要还的。哦，正事儿啊，嘿，哎呦，这傻老大他不挑点事儿，他是不踏实。哎，你说说，他真是吃饱了撑的，那么老远的路，你说说啊，不舍得花钱，真是舍命不舍财呀。这下可好了啊，这你看住院费、医疗费啊，你们说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哎呦，苗苗有点沉呢，姥姥得坐着。这事儿就别废话了。钱本来就应该大家均摊的，咱们不能这么为难二姐。我没意见，拿吧。均摊不太合适吧？这我跟刘倩刚进手小吃部没多长时间，这素小一直有股份，那你是不是多拿点啊？凭什么我多拿呀？哎，你怎么不说你上了多长时间班呢？你们两个这一段时间吃的、用的、喝的，花过1分钱吗？还不是花大姐的啊！大姐生病了，你们就往后溜，好意思说出口吗？你们俩？我俩进手小吃部全是因为你吗？你不累吃苦，你还怕耽误你的工作？要我们两口能干这事儿吗？就是啊，我们原本不就是打算帮傻春的？真是叫谁傻春呢？是你叫的吗？没大没小的你还？不是我不是这意思，我的意思，我们本来就是打算帮大姐一段时间，是吧？别以为我们俩愿意干，我们现在都给拖进去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现在怀孕了，我这请假的事儿我就不说了。这素菊现在为了照顾我的身体，又得考虑小吃部的经营，连基本工资都给车间主任送礼去了。现在我们1分钱都捞不着，你知道吗？吃了哑巴亏的是我们，我们不愿意说就是了。哎，做人得讲良心，良心。哎，你还好意思说良心？你们俩好意思说良心？二姐，我就不说他们什么了。小妹，你跟他们说。哥，我问你，你娶了媳妇，你舍不得用是不是？大姐是你丫鬟呀，又洗衣服又收拾屋子的，这叫良心。就是啊，看这边不好了，那我就分家；好了又死乞白赖要回来。说的这都哪儿跟哪儿？我们现在说的是钱的事儿。对呀，你本来就不挣钱，这没你发言权。扯那么远干嘛？我问你，到底拿不拿钱？二姐，我没说不拿，就是没有那么多。我算是看出来了哈，你们一个个的都不想拿钱，是不是？行，我呀，不用你们拿了啊，我自个儿慢慢还。妈，我可提醒你啊，傻春的病还有可能，医生怎么说的？刚才？医生说不排除是左半截直肠癌引起的肠梗阻。癌呀！我告诉你啊，妈，那个肿瘤还可能是恶性的，那个公家的钱只能借1次，借第2次是不可能的。妈，我说这个借钱的事儿确实不是很好办，我们领导行，走。二姐，让他说都